香港人平時中意做啲咩？食花生、睇人仆街、扭人。今年我想學講流利廣東話。半年前嘅今日，老婆幫我去 page 每日拍片，而家同佢有乜嘢 review 睇下，我安唔安 track 先。好緊張啊！呢個點讀啊？十九，你肯定。 19。呢個點讀？法國，嚟多次啊！法國。平時同人傾偈，你聽得明幾多？ 50%。咁少，咁你聽唔明嗰陣時點算？我會問佢哋可唔可以講慢啲。你姓咩啊？國德呢個係名，張。講句急口令嚟聽下。去街市買魚腸，見到魚腸，放低魚腸，問候魚腸，塞翻魚腸，拜拜魚腸。OK，識唔識講普通話？對不起，我不懂講普通話，沒辦法，學一下廣東話。香港人中意甜品會講啲咩？唔睇甜。有人打尖，你會講啲咩？喂，排隊啦，對面係嗰度。俾人撞到嗰陣時，你會講啲咩？太老啦，大佬。埋單爭輸咗，你要講啲咩？哎呀，咁客氣啦，下次我整。咩係熱氣？芒果係熱氣。仲有呢？荔枝。一粒荔枝有幾多把火？3把。一句最代表到香港人嘅嘢係咩？唔使急，最緊要快。香港人行路嗰陣時係快定慢㗎？趕時間嗰陣快，掛住碌電話嗰陣慢。咩係濕氣？濕氣係熱氣個 friend。濕氣唔係熱氣個 friend。咁你知喺香港有好多落雨，我哋好濕，啲屎會黐立立，需要飲湯。仲有好多進步空間啊！我呢半年嘅進度點啊？comment 俾我。